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初3，诗篇71篇30安尼讲：求你做我徛起的石盘，互我通时常踮遐。你已经决定要救我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堡垒。三甲来祈祷，做阮徛起的石盘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赏赐万物予人类，赐福气予世间人，佮赐下永远的活命，予阮的信实上帝。主啊！你是监察人的心，听人的祈祷，佮赦免阮的罪的慈爱天父。主啊！你的手扶持你的百姓，你的正手坚固专心倚靠你的人。主啊！阮要伫你的十股下得到保护甲安稳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！世间的艰难常常逼我，生活的艰苦不断逼压。主啊！求你做阮徛起的石盘，互阮通时常踮伫你遐，因为你已经决定要救阮，你是阮的避难所，阮的堡垒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